应对中国军演，咱陆军八军团的拥护战车嘛，预防演练，煞伫咧高雄乌来冲冠线一台战车煞雄雄庆出白烟。军方是表示讲，那就是严禁过奖，已经甲拖转去检查，这详细原因是搁爱调查。民众你一句我一句讲袂煞，因为到我到的时阵，高雄乌来第一线车有国军的 CM11拥护战车车队经过，其中一台战车煞沿路庆白烟，道港的白烟甲四线道的第一线闸甲看无路，后壁人甲车拢赶紧闪出来路边。附近民众讲，雄雄规条路全烟，大家拢总出来看，一看才知影是战车在庆烟。拿两支那个喷那个火的那个灭火器啊，对啊。没有火啦，有烟而已。伫咧冒烟的是差不多10几分，伊就甲拖伊伫咧路边啊，尾啊搁拖伊伫咧内面啊。因为惊战车顶伫咧路中会影响交通，军方赶紧派出 M88A1 战车，先甲这台拥护战车拖去边仔的食品厂暂客做检查。军方表示，这台战车是陆军北军团的，因应中国军演，早起预防经过者雄雄庆烟，并个赶紧动点拍火，无人员受伤。若战车故障的原因，需要个进行详细检查。本属564旅一辆 CM11战车，疑似因引擎故障产生白烟。目前已由保修小组进行检测及状况排除。因为中国早起又个雄雄宣布要伫咱台湾4颗连等的海域做军演，国军也随启动应变。除了高雄出现战车车队以外，屏东的快速道路桥卡也有各种的陆军车队伫遮集合，准备预防做战术演练。透过战力的展现，除了安定民心以外，也为各种的情势来做好准备。记者柯宾在柯家族库超勇综合报道。